另外，早暗7点多时，伫宜兰打溪一搭边高道是发生轿车伫边高道出去去弄着阿摩头角，嘛掉伫铁轨路边，险险啊是要甲要通过的普悠玛列车去相弄着，加载火车有动点，即嘛造成火车慢分。尾也是伫早暗9点50分的时，才开互这个所在双向通车。即嘛事故的原因还个调查。太鲁国火列车速度放慢经过并高道，边仔人看到一台轿车去弄到并高道的阿门头墩，等拖车来救。18暗7点多，宜兰大溪乡武兰路并高道发生一台轿车弄入去并高道护栏，掉伫咧铁轨路边仔边坡。当时警铃号志有响吗？没有，完全都没有，都没有响，那个都没有啊，都没有响啊。你不看监视器吗？你按那去调掉啊，对啊。你是我早个拢失控收嘛，对不对？这老车那个轮胎哦。意外发生了，一台本来要经过250处普悠玛号，受到并高道固定系统侦测到有异物侵入的警报，启动列车防护功能，紧急停车，无去弄掉。列车退登去四城站。前44分钟了，暗时8点03分通过。那时候并没有列车经过，所以平交道是正常，也没有放下。详细还是要调阅监视器。19点23分285次的普悠玛司机员有通报。为了要配合公路吊车抢救作业，宜兰到大溪西正线断电封锁，改行单线双向，一直到暗时9点50分才恢复双向通车。好在在这件意外无造成人员的伤亡，事故详细原因还佫等待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